加連威老道由呢個太平館開始錄起咧 ，Mabel 有睇下有幾多間吉鋪啊？呢一間都係吉嘅。Mabel 隔離一間、兩間、三間，呢啲係吉嘅，四間，呢啲係吉嘅，五間，好多啦。呢度起緊樓啊！哇！以前呢度超級旺嘅，呢度去關尖東地鐵站，尖沙咀去尖東必經之路。你睇隔離呢度一立都係吉鋪，好多人排緊隊。呢個係乜嘢咧？係淘寶啊！淘寶攞貨，幾十人喺度攞貨，左邊又係吉，右邊又係吉，吉到褲穿窿嘅。你睇下，係咪香港嘅縮影啊？門市，你睇下，起碼有10幾廿間吉鋪。吉川富廊，你睇下，小山耀護老中心，淘寶攞貨，係咪？香港嘅鋪市，靠外來人口，靠遊客，真係唔掂㗎，你睇下。